来，小宝宝出来喽！你少啊！娃儿的爸爸吗？哎，是个男孩儿哈，3090克，是15.32分生的哈。来，抱一下吧。哎呦，小乖乖，我们的小公子哦。很乖。哈，宝宝挺乖的哈。好快哟！也不打那个哭哈。你是哪个呀？我是外婆。来，外婆抱一抱。哎，对，外婆抱一抱。你看外婆好年轻哦。哦，对我很熟啊。听见我说话了吗？好乖。哦，你说起看我就过来呀，眼睛睁大一点，宝贝。你们都以为是个女孩吗？买的粉色衣服。对头，我也感觉，刚才我说是个男孩的时候，他都愣了一下，是不是？我们3个就是。只想要你儿子。还有个再女孩。是一个噻，再是一个，下一个我已经是个妹妹了嘞。好。